每年的实构筑展览聚焦近年台湾建筑界的杰作，一件件展品都代表了建筑师、业主及施工单位在应对各种挑战时独特视角和创新思维。策展团队希望引领观众思考建筑如何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形成多样化的建筑景观。这次策展主题叫无平行，其实就是要揭露建筑人的或者建筑领域的这些平行宇宙，然后他在如何展示在平行宇宙之间对业主、对营造方、对各个这个公部门、私部门的人，在这些人之间协调、合作、协作，创造出我们对建筑的想象。建筑跟政治其实有很多雷同的部分，因为他们都是要面对公共，很多的平行总是会创造出一个交汇。政治的领域或者是建筑的领域，我们就是要透过共创，让台湾更好，然后建筑透过设计，让人的生活更美好。当中除了精选台湾各地及台南的建筑案例，也深入探讨树木与建筑之间的共生关系。透过这些作品，展现台湾在地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创新。在2024年台湾设计展中，主展区之一的西市场就是例子。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西市场的建筑看得出来，当时在日治时期的这个市场结构跟现在的我们很多的市场结构是有一些变化的，也有一些不同。但是呢，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跟我们所有的住民都能够在建筑的美学里面享受它最好的一个生活。延续城市设计与生活美学，实构筑将在台南市美术馆展出至明年2月，期间还将举办多场论坛及工作坊，邀请来自国内外的建筑师和专家与公众进行交流与讨论。记者孙怀谈的报道。